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到这个本土疫情已经较转好啊，但是规个咱台湾这个产业复兴要恢复，真正脚步可能要一段时间啊。咱看来讲，这劳动部公布上新无薪假这统计哦，拢总是这个4300多件吼，啊，拢总受到影响的人数有5万多人吼。另外，咱嘛讲到，因为这三级警戒，真侪行业拢倒难关，倒袂落去，归去有一寡这个人力。拢甲死掉，所以咱看到讲6月这个失业率冲到4.8%啦吼。另外，咱阁讲到这个比起到2019年这无疫情的这个时间，至少有70多万人当时是受到影响，拢减少，可能连带因这个薪资也好，收入拢总哦，咱讲吼这个爱欠长内度啦，因为薪水真正减少真济，整体咱讲会影响到咱所台湾的这个经济量能啦吼，啊嘛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政府拍算吼，要来推缩到5倍降吼。咱看到讲5倍，这个过去咱有这个3倍降吼，啊，即阵要5倍，嘛代表讲真正救经济这力头爱较强咧。另外咱讲吼，当时要上路，有人讲可能是9月这个时阵。过去咱讲吼，这个3倍吼，嘛是这个1000块、1000多块吼，会当换3倍。啊，即阵咱讲1000块去买这个5倍羹，会当换5000块，然后按算伊这个经济规模会当1100亿。但是有人讲哇，是安怎无爱去发现金就好吼？但是咱发现金真正有效果无？还是讲咱即阵有电子的，也有实体这个部分吼，咱嘛比较旧年吼，这个数字来去看讲到底安怎样较有效啦吼？嘛会比较讲其他国家安怎伫咧解封了后安怎来去救经济？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第一位咱们邀请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秘书长韩淑贤。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秘书长你好哈。第三位咱们邀请制作人郭宏平。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讲到吼，这个规个这个产业拢真正受到影响，但是咱讲有一寡这个产业，伊是大赚钱、赚大钱，但是有一寡产业就变做是产业吼，真惨的惨吼。到底安怎救经济？其实有真侪种方式。有人讲吼，这个湘北市长则开放着这个内部吼，会当伫内底食，啊，这吼甲其他县市吼有小可较慢点，因为这个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吼。但是其他这个产业，尤其是这个服务业吼，嘛是受到真侪影响吼。另外，咱讲到这个交通运输，也是讲吼一寡这个吼这个开车然后开巴士的遮长途的吼，拢总是受到影响啦吼。所以整个台湾要复苏吼复兴的这个脚步真正爱较紧的啦，无真正。咱讲一个店一间一间啊收，咱讲吼可能就连带影响的这个规个台湾的这个量能嘛去拖磨掉啦吼。另外，即阵要来看讲，其实吼大家拢讲哦，这个本土案例已经较少，但是新北市也是有逼一寡这个案例，互人较惊吓啦吼。尤其咱嘛看到讲，昨这个台北市遮一抗疫吼嘛是停业啦吼，因为嘛是有发现到这个确诊部分，先做伙来看。板桥一间百货公司有员工确诊，紧急停业一天，门口也规划体检区，摆好椅仔安排动线，因为机动体检队要来替800名员工做体检。今天目标是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完成。哦，那我们明天今天的部分会先暂停营业1天。哦，那今天做完筛检的一个动作之后，全馆在这个结束之后还会再做1次消毒。我们立即要求小圆柏要清消、停业，然后所有的全部员工要去做好筛检，要全部筛检都是阴性以后才可以复业。同款因为有确诊来暂停服务3天的有一间病院，因为内部发生群组感染，计共10个人确诊。校友伊提醒讲，新北的团保连个原在爱用警戒4级的态度来做防疫。针对餐厅店来讲，伊也强调讲要开放，得要严格管理。台北市长郭文地初3暗时去巡百货公司卖食食的所在，记者表示，来买食食的人客有60%选择店内食食，有40%是包顿去食。白拉面出名的店头52席也敢若开放14席。你看这会不会拉太开了？啊，慢慢加了。那我们也希望说，慢慢让这个人流慢慢可以回升了，不过在初期还是要小心，
另外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尽早可以打疫苗。湘北开放餐厅点来食食，态度是真认真，既帮距离拢爱守规定，要兼顾民生甲经济，防疫就要较谨慎。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疫情真正紧张啦吼，所以咱讲已经要开放啊，但是也阁受到这个吼一两例啦吼。但是咱讲有当时比较这个国际这个部分吼，咱真正台湾算较好势啦吼。但是遮要救经济也好，还是救疫情吼，根本拢是两难啦吼。咱即阵政府要看到讲咱的这个失业率遐尔悬，所以要有一寡这个做法的吼。先请教教授啦吼。伫咧疫情甲防疫吼，甲咱讲救经济期间啦吼，咱讲有一寡这个平衡去准则吼，你安怎看咧？我感觉疫情来了，上惨的当然就是服务咱人的服务业啦。是。只要参人有关系，拢会受到足大的伤害。啥哪咧？因为咱三级警戒以后，咱的人就袂当安尼定定一直出来嘛。咱家己嘛会惊咱嘛唔敢定定出来。所以，遮咧做服务业的遮，比如讲咧卖食的，还是讲遮的旅馆、遮的旅社，还是讲过去咧带咱到位去佚佗遮游览车的司机。当然，因呢，这个收入拢会受到足大的影响，所以咱会看到主持人对遮所讲到讲，规个失业率会涨啊足悬的。特别就是讲咱遮咧做国内内需的遮服务业，受到影响会上大。所以政府面对着这种的就是讲即马的规个咱对内的遮个需求，遮个产业拢受到足大影响的时阵，其实。拄则有讲到讲，咱到底是要发现金还是发券吼？其实政府伫一开始的时阵，伊就是有发现金嘛。所谓发现金，就是讲针对一寡讲受伤害较大的遮个产业、遮个劳工，伊会当直接互因看一个月偌济钱，也是讲比如讲2个月逐个月互你偌济钱，也是讲迄个一开始的时阵，咱的学生啊，咱有细汉囡仔，咱拢无法度去幼稚园啊嘛。咱无得去幼稚园，变成咱咧请假伫厝带囡仔，无啥物帮咱带。所以政府嘛是有讲，针对着这国小6年的以下的这个人，规个拢有一寡补贴。所以讲发现金这个部分，就是讲一开始纾困的时阵，政府会当互你有现金的需求的人。确实我都无钱啊，无钱我就袂去想着讲我到底该要开啥，因为我无钱，所以政府直接发一寡现金，针对着一寡特别的族群，发互因，这是无毋对的。所以我感觉其实咱爱较烦恼的，就是讲，那遮的需求无法度马上转来的话，政府该来要哪做嘛？是讲咱疫情已经控制掉，理论上需求会转来。OK。你要哪讲，互需求较紧转来？要较紧转来，就是讲，互大家会当出来消费啊。若消费，就是讲，有足侪人会讲，我要发现金，还是要发这个券？是。所以伫疫后，我要发券发现金，咱先讲结论啦。结论就是发现金其实是无啥效的啦。无啥效。所以无啥效，就是讲，发现金你若讲，我若真正巴肚做枵的我都根本都无头路啊！你发现金当然有效，因为你互伊顾巴肚，但是这是伫纾困的时阵。OK， 所以已经一波啊啦。对，已经前一波有做啊。当然做了有够无够，还是讲是毋是受到伤害的人拢有领着，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是讲，你若讲要发现金的时阵，伫前一波你其实政府已经有做一部分啦。OK， 再来，咱是要讲刺激国内一寡需求。刺激国内一寡需求是讲，互遮的人会当甲愿意出来，去咱一寡，比如讲咱去夜市也好，咱去一寡风景区也好，就是好，大家出来行行，你也去外口住一寡旅馆，你拢会当摕遮5倍券也好，过去的3倍券，还是讲较早的消费券出来消费，即个刺激。这较有法度去刺激啦，因为你得爱摕出来消费，你较会当用啊。你放内底，你也无法度做股东啊，对无？迄产现金你会当去欠银行无共，你无法度摕券去欠银行。所以这是发券参发现金上大的无共。是。所以咱要去讨论这个问题时，咱爱先想看卖，咱是要做啥物代志？咱若是要刺激咱这个消费，当然是券会较有效。OK。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吼，咱嘛讲坦白的，你著摕现金合我好，你莫让我藏我勒索。但是对政府的角度，若要发现金的话，其实嘛免选蔡英文总统，任何人我当来做总统，因为我著发现金嘛，这是上简单的想法啦。了解。
但是摕着即个现金了后，你若无爱出来收费，啊，政府毋就做检讨的，迄参退税有啥无共？啊，若要发现金，就叫财政部明年直接退税就好啊。OK， 毋是相共的。是，所以咱看讲吼，第一期若是要有效，还是讲吼整个的这个倍数的这个效应吼。到底什么较有效？咱等下搁好好来介绍啦吼。咱即阵要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失业率的问题吼，咱自顶回嘛讲着吼，伫咧5月时阵是4.11%啦吼，啊即阵甲4.8%吼，嘛是讲这是咱讲着金融大海场吼上悬上惨的这个记录吼。咱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靠非自愿离职的补助，所有的生活开销减到最低。做客户服务的林小姐，去年底去公司租聘了后，已经超过半年找无石头。伊讲，伊去这份局上课学技术，啊，不过国内疫情升温，相关的课拢无啊，若做个找无工作，真烦恼生活会有困难。也有即个无愿意公开妈妈，原本是双薪家庭，受到疫情影响，毋若工作无啊，连因翁婿薪水嘛减一半，只好去就业服务处申请失业给付金。经济压力蛮大的，吃以前的存款嘛，要做什么兼职？餐饮业嘛，还是就是什么行政助理，这都很难啊。那像什么外送这些都很饱和，而且说实在的，家里还有小朋友要照顾啊。失业人数快速升悬，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的失业率升到4.8%，经季节调整来到4.76%，拢创下民国100年以来同期的上悬，也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新悬。另外，失业人口也比顶个月增加8万1，拢创下历年同期上界大的增加幅度。6月工时无达到35点钟的，嘛达到98万4，挖近100万人，也创下调查以来新悬。海啸其实是国外的一些整个经济一个因素所造成的，那后来也造成在整个生产面造成一些影响的，失业率达到6以上的一个水准。那这一次呢，其实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就是内需型服务业的部分，国内生产面的这个部分的话是相对的稳定的。主计总处讲，失业率大幅度升悬，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大部分暂时性失业，影响业别以国内型服务业为主，包括着餐饮、住宿、美容美发以及中盘加零售业。只不过7月失业率并无乐观，毕业生投入这场，恐惊会成为失业率升悬的因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是啦，是比较吼，这个全球共款拢是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吼。啊，台湾伫遮是这个第一期，咱讲这个失业率欠悬吼，有人讲这是暂时性的吼。继续咱请教这个秘书长吼，敢真正是暂时性，还是一波一波过来？这敢有可能是完全是暂时性，还是讲咱规个这个整个产业可能要做一个大转型咧？因为最近这个失业率吼，佮有关甲4.8这个数字吼。我想绝对是甲这波的这个疫情吼是有直接的影响吼。当然第二个是讲这个当中因为嘛是真侪这个学生吼，伊毕业吼要踏入社会要找头路所以伊这个等于讲少年人吼，伊可能第期间伊无法度随找到工课这嘛是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但是第二个因素，其实这是每年你只要有毕业的学生少年人，当然会有这个波动啦。但是今年来讲的话，因为咱这波的疫情是伫咧5月初5月中迄时，规个安尼向来爆发所以意思就讲一寡咱遮的这个比如讲餐饮的这个服务业小食店的这个餐厅啦因的迄个受到影响所以。一寡即个员工比如讲，因可能就是第期间比如讲拄仔讲的放即个无薪假，还是讲因拄仔向个无头路。那这种也是意思就讲拄仔咱讲的即个失业率拄仔伫咧第期间来欠管。是，是会搁降落来，这个是变成讲后壁咱政府遮的一寡即个即个比如讲即个职业的训练，还是讲伊即个。就业的这个媒合因我都补起来，会当互遮诶员工会当搁去找到另外一个新的工作，还是讲咱会当赶紧将这个疫情会当来甲有效来甲控制，变成讲大家恢复到伫咧进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变成讲大家会当变成回到过去的这个较平常的这个生活可能这个。发工的这个情形个产生大家可以当过来就业。是，咱看到讲这劳动部其实有一个新的这个专案就是这个安心请雇啦伊个互这个头家甲辛劳，若是讲你伫咧受影响这个期间内底，到9月
底进前来去做一寡这个申请的话，其实伊补助到这个头家也好，新路也好啦但是你就是喺9月30进前来去申请啦咱头拄讲到为着要避免这款事啊，如果继续请管，这劳动部有一寡做法啦但是是毋是做较足做较够，其实还过一段时间来去观察。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受到影响的可能，也有因为这个出业这个部分6月拢是开始毕业啦所以头一届失业的人差不多增加9000人。其实过去咱讲自5月开始，这失业这人数，因为咱讲已经升到这个3级去所以增加是较济啦但是咱规个经济面来去看，讲放无薪假的这个4月时阵差不多4000多人另外这阵增加到7月3万多人其他拢是讲到这是拢是这个服务业，所以咱讲这可能是短期来的这个效应伫啦有的人嘛讲，这个产业是毋是爱转型咧？尤其这个服务业的这个产业，咱台湾是服务业为主。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段嘛有听到讲其实咱这个类似也好是讲一寡这个外销这部分，基本盘也算袂歹可能伫遮是算短期的这个影响另外，咱即阵要来请教这个负责这个剧团的这个部分去年才刚成立拄到算是2波疫情去年一届今年搁一届啦恁是安怎度的尤其恁其他的人这个剧团敢若3个人但是要打起来其实。大家去装钱平常时阁有家己的头路，先甲咱小解你的这个剧团咧做啥物受到啥物款的这个影响？好，大家好，我家己呢是有家己经营一个戏剧类表演艺术的剧团制作，我是内底做制作的，阮规个团的成员总共有3个人。其实阮是去年7月才伫台北市的文化局下骹，就是成立的一个人讲的迄个非营利组织其实去年开始。嘛是有迄个疫情嘛，过今年相对来讲较严重。其实去年疫情嘛是有的时阵，台北市文化局因有出一个毋是常态性的补助，叫做迄个一个纾困的方案，文化团体去申请。是。若是刷来2020，可能7月到今年3月中了要做演出，你都会当去申这个补助。这个补助伊逐个团的下着的数字钱较少，过下着的团较济，对。过来到今年的时阵，其实因整个疫情严重的关系，这个补助今年嘛是阁有来一届。像阮团队呢，阮团队其实本来伫今年8月底想有一个演出，过因为5月进入3级了，阮的演出嘛是拄好取消因为其实阮是新团队，所以其实阮无可能讲会当。靠家己团的创作，会当饲家己嘛。所以其实阮的团员，包括我家己，拢有伫外口接无共款的，可能甲艺文有关系的工课。是。过像今年3级开始了，我家己本身，我5月到8月底的工课就全部拢取消，一个都无剩。一个拢无剩啦对。所以真正惨，安怎多咧？你过去有存一寡钱，还是讲过去迄个台北市互你这个补助有够吗？可能是敢若无够10万是？是无，补助是无够，而且阮伫去年年底演出的时候已经用了哇！对今年比讲，会当就是食老本无就是想办法做一寡会当伫厝做的较零碎的工课啦，就是无法度像以前讲会当伫外口做演出排练会当去卖票安尼，这是就是最近拢无法度做，对。是，但是咱看到讲较大这个剧团，因佫较歹动亲像讲这个真济，这个阮剧团也好，因好你家在伫咧进前一波啦咱讲伫咧疫情之下，因的这个表演拢演出煞，但是因尾手年底还佫有真济种表演，拢总变做线顶，这嘛是改做一种的这个方式。恁敢有想讲，我受到这个影响，我改做这个线顶的这个方式去演，敢有安尼？其实嘛是有咧考虑线顶的方式，佮因为逐个剧本、逐个演出伊咧。形式无共，毋是讲逐个本拢会来做线上的演出。像阮8月底取消的迄个演出，其实就无适合做线上的。过阮正仔就是有咧规划一个新的会当相对来讲，伊会当做现场，嘛会当做线上的一个另外一个剧本，就是想要来做安尼。所以其实团队都有家己会当去对
应用的方式来度过这届难关呐。OK， 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真侪剧团因为着要生存，咱看到讲旧年咱嘛访问这个阮剧团啦吼，啊因是讲因会当去杀另外这个 Podcast 也好，吼透过这个线顶吼进行无共款的这个服务，啊进阵咱嘛看到讲有这个立光剧团吼，因当阵是甲因过去所有好的这个作品，拢伫咧线顶，互大家搁去熟悉一遍吼，这是无共剧团有无共款的这个做法。当然，因真正是歹度啦吼，所以咱讲头前这波吼，伫咧几倍更出现之下，有一寡这个纾困的，但是有的人申请会到，有的人申请袂到，但是这个纾困的人吼，这回咱讲线顶来去做一寡这个进行，但是有的人感觉这个流程嘛是介复杂啦吼，要申请甲会当甲钱落去这个户口内底，其实也有一段这个过程伫咧啦吼。咱即阵要过来看讲吼。要来杀这个5倍降啦吼，头拄教授已经讲到吼，可能咱讲要互伊倍数增加，要互这个规个产业，也是讲台湾的这个经济面有差不多1100亿吼，咱讲这个效果出现吼，但是敢真正会当创造这么悬吼，咱先做来看。你好，现在三明治家以内有这15块的优惠哦。伫休困进前拍拼推销，无论济少，拢希望会当补贴挂。业者表示，5月份疫情爆发了后，生理是规个土。业者希望进行方案会当赶紧出来，互因会当较有生理的。另外有风声讲，政府会伫9月份推出5倍券，而且按算提悬数位券的使用率。业者是真赞成，因为纸本的袂当找钱，佮有相关的限制，对因帮助无大。第一个是零接触嘛，第二个就是说在数位券的使用上，对我们整个数位支付上面也是会有助益的。部分做这业者表示，希望未来推出5倍券会当排除电商平台，限制干会当伫咧实体店面使用，因为这对3级警戒禁止伫咧店面食饭，受到严重冲击的店头才会有帮衬。不过业者嘛讲到旧年3倍券的缺点，希望今年的5倍券会当改善。我们可能要隔到下个月才能去转换为现金，所以让我们的现金流其实是不够的，我也不能用3倍券去付薪水啊。不过部分规模较细的店头认为讲，去年3倍券对因来讲无啥帮助，因为买物件金额无大，大部分的消费者也是用现金来纳钱，不如就发现金。现金就好了，你用消费券还要到银行去换，麻烦。如果发现金的话，其实大家会拿去可能储蓄啊，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功能做使用。去年3倍券变512亿5千万，今年可能会发的5倍券，暂定是伫1100亿的预算，会以实体券甲数位券同齐施行的方式，也会当消费的所在，包括餐饮业、夜市啊、百货公司、小卖店等等，也敢会排除电商平台，要伫研议当中。学者认为讲，上届透动施行的时间是9月初1。开学或者是说，大半生可能到9月中、9月底嘛，9月初那一段还可以透过观光旅游来刺激。学者表示，5倍券会当创造偌济经济效益，就要看疫情敢有控制落来。只要民众愿意出门消费，加上目前边境有管制，敢会当伫咧国内消费。若是店头佮推出较侪优待方案，来请侪人客，就会当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这个5倍券吼，可能伫咧5月要来杀出来吼，但是讲这个成本嘛是真济啦吼。好，先来看到讲吼，这个5倍券吼，爱差不多会当创造1100亿的这个规模，但是伊可能爱开这个行政的这个支出，吼，差不多有这个100多亿啦吼，可能爱印。爱搁一寡这个行政吼，比如讲你爱去倒位发，爱去倒位领，行政的这个部分嘛爱按算伫内底啦吼。但是咱回过头来讲到旧年这个3倍券，咱看到讲这个国家吼发展会吼，伊有去做一寡这统计啦吼，规个整体伊讲经济成长率会当吼增加差不多0.5外%啦吼。但是这个南山的吼这个部分。真正会当带动规个吼气氛无，还是讲甲经济回过头来反转无吼？其实大家也阁有一寡这个疑问存在吼。但是咱讲到旧年啦吼，这个受到真大影响，这个艺文产业，咱嘛看到讲吼，真济吼，这个易放券也好，还是讲这个运动也好啦吼，还是讲去客庄吼，会当去做一寡这个消费，等遮吼。其实这个艺文产业遮吼，这个易放券旧年是对恁有影响啦吼，会当来去帮助这个5倍券可能。无遐尔直接的关系，但是你安怎看整体啦吼，嘛是要进行的一块。应该是讲，因旧年文化部都有推出一个易放券嘛，易放券当会当开伫艺文的活动顶头。阮团队旧年咧做演出的时候，嘛有针对讲，易放券来的观众，你会当用较俗的价钱买到票。OK。像今年也是做5倍券的话，唔知影讲文化部敢有相对的一寡。相对的措施，按过若是纯粹5倍券的话，可能我感觉可能对于阮即个
现场演出的表演艺术团体，可能相对来讲，帮助较少。OK。因为大家人都要先生活嘛，生活了有剩的钱了，才会来看表演艺术，才会来做艺术的活动安尼。所以可能嘛是爱有一寡，亲像旧年这个针对无共款的这产业，搁去推测着一寡这个政策伫啦吼。会记得迄当阵这个易放券啊，还是讲这个运动的这个券，差不多是嘛是500块的这名额，但是迄当阵是用抽的哦。毋是逐个人拢有啦吼，所以嘛是爱拼一个运气啦吼。继续来讲到这个5倍券，甲咱分对咱讲无共款的这个产业这部分，嘛是要有小可对应吼。其实有人讲迄当阵2008年迄个时阵的这个消费券较无效用，但是即阵蔡政府连续安尼来杀出来有已经2种啊吼。你安尼看讲这个无共时代这个5倍券也是好，还是讲这个3倍券，还是讲过去的消费券，伊无共款的这个做法。第一点吼。大家讲过去伫马政府的时阵，迄阵的消费券，迄个效益较无够。其实上大的原因就是伊替代掉咱即个现金啦。伊直接拨互你嘛吼，3600。无，伊原来是用券。是。伊原来是3600的券互你，有可能500块、有几百块的券互你。但是你摕这个券，你就摕去买卫生纸、买豆油、买盐、买一寡你日常生活要用到的这用品，买起锅啊。这本来就你要开的嘛。是。所以这参发现金就无啥物无共。这就是啥怎大家一开始会讲，到底要发券、发现金的时阵，有足侪学者会足坚持的，就是讲政府绝对袂当发现金。是。因为消费券已经甲你讲无效啊。伊直接拨互你啦，你毋免加家己开1000块啦无毋对。但是即马到底政府刷落来要拨几倍券，咱毋知影啦。但是伊进前伊摕1000块你会当换到3000块的券，伊其实上无你得爱家己摕1000块出来，是去开。所以即个物件，你甲替代掉现金的部分就会降低啊。OK， 你就一定上无你3000块内底有1000块，一定是你的嘛。参过去讲发3000来的时阵，无半仙是你家己的，迄是完全无共的。OK， 所以这个效果当然是一定会比消费券较好。所以那以安尼原则来看的话，当然你若发现金，当然是上歹的嘛。因为现金就真正会欠起来。是。拄则咱伫影片内底嘛看到。有民众会感觉发现金其实无啥好，但是有一寡店家伊会感觉讲都现金发下来就好啊，啥怎？伊会感觉讲伊收到的现金，所以伊就落地里面底啊，毋免甲摕去银行欠起来。但是我要甲这个店家讲吼，你会放伫你的裤底下直接欠起来吼，民众嘛会放伫伊的裤底下直接欠起来，消费啊，所以你根本收袂到遐钱。这是一个关键啦。所以当然大家拢是对于讲到底要怎刺激咱这个。经济大家有足侪想法啦，大家假使有法提出来，所以足好的，但是发券是真正是较有效的。OK， 啥会较有效？拄则我想拄则咱剧团的负责人嘛讲到，文化部有推出这针对着咱真济艺文这个活动的这个券，迄个体委会嘛有提出着这像这迄个动资券，这就是足针对性的讲，你就一定爱去消费这个艺文活动，你就爱去消费这个运动场所，我较会当互你补助。你若发现金的话，就无效益啊，你就袂当去互这真正有需求的人会摕到帮助。到有一个足重要是，大家民众毋知影会记你讲，过去咱咧发这个3倍券的时阵，有足侪县市拢跳出来讲。你若来我遮消费，搁吹落去，我会当甲你停偌济，有影，甲你停500，甲你停1000。是，所以你若讲，甲来若真正发落来，咱嘉义县，咱嘉义市讲，你若来咱风景区消费的时阵，我会当甲你补偌济钱。是，是毋是民众就会去迄个所在消费？所以安尼的话，其实民众会当享受到。这个总消费的金额会较愈济。是，你若摕现金的话，我根本无法度去分辨讲你是毋是真正有来我遮消费啊。但是你若是摕券来，我就看到券，我就直接互你甲加偌济钱，互你安尼消费。所以整个来看吼，当然，咱的国家发展会估计出来讲，到底对经济偌济，这是因有去安怎估计，我毋知影啦吼。但是你若要讲现金参券吼，这券敢若对咱拄则安尼解说，有咱拄则负责人嘛有讲到，讲民众就真正会摕这个券去你遐消费，还是讲咱有咧运动的人，咱就摕这个动资券，甲去迄个运动用品的店，咱甲来消费，买几双鞋啊？这拢是讲发券的时阵较发现
出来效果。你若发现金，根本就无法度分辨，所以嘛袂照有效果。有影，咱嘛来看到讲吼，迄当阵这个三杯羹内底哈，有个人会选择电子吼来去买一寡这个物件吼，你会当先选，还是讲你用你的吼这个悠游卡啦吼来去做一寡吼这个优惠啦吼。啊，但是有个人讲，哦，我就是要领到这个实体的这个部分吼。继续咱请教这个秘书长吼，去年这个数字的这个表现，实体的人也是占真济哦，是不是安尼？是啊，我只有一个数据，就是讲。去年哦，咱即个三倍羹吼，伊即个发行了吼，实际上是超过90%人吼，伊是摕即个实体即个消费券落去买物件啦吼。啊，敢若差不多181万人吼，伊是领即个算讲电子的消费券，吼，数位券啦吼。啊，所以表示讲，其实吼，这反映伫咱台湾的民众的消费习惯，讲因嘛是较习惯吼用这个实体吼纸本的这个消费券吼来买物件。啊，所以变做讲去年咱咧印这个消费券吼，我即马今年要安尼做时，我是较烦恼讲啊，咱即马所以定是讲啊9月要来发啦吼，但即马已经8月初吼啊，咱知影吼这个印这个消费券吼500券，这是迄个中央印制厂，吼啊，所以因即马政策。啊，来指示讲，你要赶紧来印的时，是毋是会附伫咧9月吼来落去发落去？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咱希望讲啊，这个消费券印出来了，就是民众赶紧来吼，伫迄个期限内落去使用嘛吼。啊，但是你想看卖9月若真正会付领到的时，其实真侪少年拢开学啊。哦。那会不会就是讲啊，这个咱的观光旅游其实可能无法度去。啊，得到这个好处吼，就是因为大家爱无暑假嘛吼，爱等于上课啊吼，啊，这会不会有影响？我是唔知啦吼。啊，所以我即马倒是咧想讲，敢有可能就是讲，如果咱政府是鼓励讲大家吼会当啊使用这个咱讲电子支付的话吼，有没有可能就是讲，是不是啊？看唐凤有法度无？讲吼，有想要用这个电子支付的人，你即马过来申请 ，OK， 吼啊，可能我8月我个。先互你用，先互你用啊。OK， 吼啊，要领券的人吼，啊个等到9月，因为你印物件本来要有一个时间啊，吼，那9月可能是上紧的时间啊。是。哦，啊安尼时阵可能啊想要赶紧来消费人吼，伊个用电子支付啊，安尼去刺激讲吼，大家吼来使用这个电子支付，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去年咧发这个3倍券的时，其实真侪银行吼，拢咧鼓励伊的客户，还是讲民众吼，绑起来来绑起来吼，信用卡好吼，还是什么配安尼吼，啊，所以这嘛是爱业者这边吼，啊，然后落去做这个配合，这是我一个建议啦吼。啊，倒来就是讲，因为咱的这个消费习惯吼是安尼的时阵，其实拄啊，咱教授讲得正对吼，因为店家你希望收现金，我咧讲，你若发现金吼。以我来讲，我嘛可能欠起来，因为阮兜4个人啊，吼啊，即道发5000的时是2万啊，2万，我有可能等到囡仔要开学时，我规去到起来纳伊的注册钱啊，哦，啊，你若是即个消费券的时，吼，咱是有限制讲你无法度落去纳水电啊、纳厝税啊、吼纳即个学费啊，吼是不可以的嘛，吼啊，所以伊安尼才会去限制到即个用途了，伊才大家才会转向吼来做即个吼即个。不管是旅游啦，吼，还是讲餐饮啦，吼，观光的这个消费，安尼才会当发挥伊这个消费刺激经济这个效果。是，我想这是大家爱大家讲个清楚。有影，但是咱嘛，佫回想一下去年这个使用的这个部分吼，我家己的这个经验吼，3倍券迄当中我嘛是选这个电子的吼，先甲选落去，但是尾也看到讲，毋免排队呢，我就佫去又叫甲领出来吼，啊，但是这个效果嘛是无共款，因为伊讲这个200还是500安尼去使用吼，你会当买200，会当佫加开钱嘛吼，啊，有当时我电子的，亲像讲这个悠游卡吼，来去买物件的时阵，可能我爱累积到某一个程度吼，我的这个效益都无像讲吼，咱讲这个纸本的这个部分啊，但是这甲民众这个使用习惯有关系啦。先请教这个教授安怎看这件代志？其实用电子的部分吼，拄则秘书长有讲到啦。啊，到有一个我感觉就是讲，以我家己的经验，啊，我一开始我就用电子的，我用录信用卡。其实录信用卡参你摕现金无啥物无共的。无啥物无共吼。因为我录落了，啊，即马伊就会退2000互你啊。是。啊，伊也无咧管你做啥物代志啊。迄就是退
退钱，就退钱安尼尔。所以颠倒无效果去，就无效果啊。啊，也有效果就是讲啊，你去用对一间银行，对一间银行啊，用录伊的信用卡，伊会甲你甲添一挂，啊，你会当有较侪消费。但是迄嘛拢有限定名额啊，所以大家毋只会咧选去迄个参这信用卡绑做伙。啊，你若去百货公司有一个足特别的，就是讲百货公司爱看到你的券吼，伊较会当互你优惠。你若摕信用卡，你也是摕什物配，迄是无效的。啊，有一个足关键就是讲，伊无法度分辨，讲到底你的消费是啥物？对，到底你是毋是摕即张券来就甲我消费的？所以你若讲即马较大型的，即个连锁的，即个店家也好，即个百货公司也好，因即马拢家己有推出家己的电子的即个支付，因家己有法度安尼去做，可能有效。但是你若讲以咱一般的小店家来讲，可能大家原来是拢直接，为了根本嘛无咧用信用卡，所以就是直接用券。所以这实体的部分嘛是会继续存在啦。所以这比如我感觉会较小可会较足悬的。而且咱其实咱较希望的嘛是讲。这券出来吼，会当帮助到是这小店家啦。因为大家受到的这个一般咱的路边摊啊，咱受到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是上大的啊，所以咱嘛是希望讲会当帮助到因啦。所以这是我感觉伫发这个券的时阵爱特别注意的啊。所以券一个上重要的好处就是特殊用途啦。OK， 我绝对无法度讲啊！你摕现金来甲我买，我甲你填你偌济，我根本毋知影你这个现金，我平常时也就会当做啊。但是你若摕券来，虽然我就知影讲哦，你调工摕这个券要来，我才甲我先填，我嘛甲你填一挂。OK， 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无共款的这个做法吼，其实咱甲过去吼，咱的这个消费习惯嘛有关系啦吼。啊，就是讲，即阵虽然要鼓励讲用这个电子的这个支付，但是你的这个倍数的这个效果。到底出现无啦吼？其实嘛是真侪人有这个疑问的吼。亲像咱吼，佮继续请教吼，伫咧剧团遮，咱嘛是希望讲啊，亲像这个易放券，伊是用到这个电子的这个方式，但是伊这个过去，咱讲这个三倍券是确实有无共款的吼。你有啥物个建议讲针对吼艺文产业的遮做佮较大的这个咱讲补助也好，还是讲这个纾困，还是甚至就讲要鼓励大家入来看戏咧？其实像去年的易放券对我对团队来讲啦，对团队来讲是有感觉的。哦，我个人是感觉有感觉，毕竟阮咧迄阵拄当演出嘛，啊真正嘛是有观众的易放券来。是。嘛有问过观众，观众嘛确实会因为有即张易放券，可能去接触，可能平常时根本就无咧接触的表演艺术的活动，伊加一条钱出来嘛，啊伊定嘛想讲要怎用，啊。今年的话，其实讲文化部伊嘛有推出迄个个人的，啊，跟嘛有团体迄个纾困补助。是。啊，迄个就是团体，伊就是针对迄个营运的部分，伊有的团队拄好是3级的时阵拄好演出，啊，伊票嘛买出去，啊，啥物代志嘛拢做了，就差迄天演出就是。你剧场演出啊，所以因的损失话就是足大。是。所以文化部针对这个部分，其实嘛有帮因做一个补助安尼。啊，除了安尼以外呢，其实文化部其实嘛有媒合一寡团体啊，包含迄个像迄个国表艺中心，像迄个三馆嘛，像两厅院、歌剧院跟魏武营，其实嘛有甲团队合作，甲一寡已经演过的节目，甲伊做现象的迄个。伫现场安尼演互人看安尼，啊，佮因拢有限制时间啦。啊，画团队是家己做，嘿，啊，除了以外，像迄个 Line TV， 伊其实嘛会当纳钱去看表演艺术团队的现场的演出安尼。嘿，其实伫疫情之下，逐个人伊为着要生存，拢会变出一寡无共款的方式。啊嘛，希望讲团队家己会当持续安尼，互人看到，因为疫情安尼受一个暖无去安尼。是，头拄啊，这个。方便讲到一个重点，咱讲规个这个生活服务业也好，甚至是剧团，伊的这个形态拢总要来改变吼。这咱嘛头拄讲到，有诶吼，这个产业是伫疫情之下是大赢哈，啊有诶之下是这个大输家啦吼。整体疫情咱看到讲啊，去年也好，美国也好，即阵的解放英国也好，因的这个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经济这个产业结构拢总有改变哈。啊，其实咱讲到这个5倍券，伊嘛有做一寡这个做法哈，咱来做一寡这个国际比较，这个教授你安怎看？大家当然会去讲啊，新加坡啊，即马嘛有人咧讲香港啊，讲日本啊，讲足侪国家，特别是嘛美国拢去发现金啊。是。啊，
但是我感觉咧发更参发现金这你无要去做国际比较，你若要做比较嘛会使，因为每一个国家受到的影响会大小无共。你讲香港伊受到影响，唔命强的影，唔命即个疫情的影响咧，其实中国对伊影响嘛足大的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是。啊，你讲你若要参美国比，美国人本来就成绩都无够，到要法官，伊本来咧开钱的方式拢比咱。东方比咱台湾人咧开钱的方式拢继续大，拢继续加开啊，对啊，所以先开较讲啊，所以你发现金互伊，还是讲你发更的，你发现金互伊，你唔免烦恼伊欠起来。OK。对我拄要讲的成绩都无够，要甲法官。但是咱一般咱台湾人，咱就是讲，啊，你即马政府发落我啊，啊若后一波甲内要安怎？我先欠一寡。是。吼，啊，你政府发落我遮的钱，我可能本来我要叫你出来消费的，你怎啊摕伊讲，比如讲。我着纳我囡仔的即个学费，吼，我去买一寡起锅，买一寡我爱日常用品爱用的物件，所以你若要做国际比较的话，其实每一个国家因的消费的习惯、消费的方式，其实拢无啥共。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式去比较，我感觉你讲咱美国人嘛咧发，所以咱台湾嘛咧发，为什么？咱的特色产品特色无共，咱的人产因的人的生活习惯嘛拢无共。是。但是过去吼，大家咧讲即个较早伫马政的时阵咧讨论即个消费券的时阵，迄阵嘛有一寡学者咧反对，啊，大家咧讲就讲日本已经证明互你看，就是讲发消费券是无效的。哦。因为伫迄个时阵，大家会烦恼就是讲替代着即个现金嘛，啊，所以日本已经做互你看，因为日本人嘛是原来是更较欠的嘛，吼，咱的东方的社会拢差不多，啊，即个咱台湾人嘛是小共，原来是较欠的吼，还是讲我欠后一代拢小共，那所以即个消费券本来就是迄阵大家就讲较反对，啊，所以尾啊政府有推出着讲啊3倍券，吼，这当然是效果会较强啦。但是你若讲拄着，我真正足想要欠起来，我嘛是甲欠起来，我嘛是小共会无效。只是讲我已经强迫你摕1000块出来啊，所以上无即个替代的即个效果会降低啦。OK， 所以咱看到讲吼，即阵嘛是鼓励大家先吼，甲即个1000块吼吟出来吼。即个过去是即个当有3000块3倍即个效果，咱讲吼有当时啊吼，即阵咱要塞5倍券吼，有即个5000块5倍即个效果啦吼。但是有一寡吼，即个政党也是想着讲。到底是毋是吼？这个券到底有效无效啦？吼，先发现金再讲吼。咱嘛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行政院敢有要照旧年3倍券的模式，国发振兴券来救餐饮、旅游等等业者，受到真侪关注。不过，阁有一派认为应该普发现金，先互民众摕到救命钱，再来考虑救经济。把20%高所得者排除之外。是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全面性普发，让劳工跟弱势者不要再被制度成为纾困孤儿的这个状况哈。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嘛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金纾困经验，认为发现金是上紧、上简单的。对于缺乏现金的人来说，拿现金去购买日常必需品。那这个现金对他来说就是纾困，非常需要依靠金流来周转的话，那这个现金就是他维系企业经营的命脉。目的是要刺激内需，要去帮助这些景气受难景气不好影响比较大的行业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发现金的话，未必能够真的是会全部用到这些内需的这些方面。不过立法院民进党团表示，各部会拢有各种纾困措施，互民众申请。即马上重要是救类似型产业，无若都愈侪人失业，要发多一款，就要考虑上大的效益。记者陈嘉文调水采访报道。是啦，先救吼，即个类似的即个部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即个无共立委吼，无共即个看法吼。先来看国民党立委，安怎讲？行政院有必要爱向全民来说明讲5倍券即个行政费用吼，为什么是即个吼过去的即个3倍券的6倍外啦吼？啊，是毋是吼有独立着特定的即个厂商？啊，嘛有民调讲吼6成7成有即个百姓希望会当直接发现金吼。民众党是讲，甲即个实施即个业者吼做伙共同来呼吁，讲政府。你著要先做好纾困吼，啊纾困已经是前一波啊吼，啊再来讲进行啦吼，啊但是即个伊讲吼，即个放宽纾困的即个户定吼，咱讲即个坎吼无即个店家吼真正吼渡袂过吼。另外，即个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伊嘛讲吼，
五倍券主要是要借消费来提升经济吼，包含着产业啊、旅游这些产业，无生活都活袂过吼，应该同时阵发现金甲五倍券吼，帮助纾困的人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秘书长啦吼，这个高嘉如安尼讲法，佮有现金，佮有这个咱讲咱这个五倍券吼，同时阵安尼咧。其实伫咧去年吼，甲今年就是讲政府正针对着即个劳工吼，即个纾困的即个措施吼，伊是有即个就是10万块的即个贷款是。去年来讲吼，去年的迄个统计量差不多有92万人吼来申请啦吼，这是去年10万块即个统计了是有92万人。是。今年伊即马个共款吼，延续即个去年即个做法。今年呢，拄因为即个疫情吼大爆发嘛，所以尾总共统计超117万人来申请，但是最后你若搁甲看讲吼，差不多将近3成的人吼是摕袂到，摕袂到，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讲去年呢有一寡人伊差不多2成啦，就是讲伊即马吼尾无去行这贷款，所以变做伊的债信吼不良不良，即马你今年要欠个挪损安尼个吼。倒来就是讲一寡民众伊就是重复申请，因为今年阮工会特别强调讲吼，你这疫情吼遮尔严重时，唔通去鼓励民众吼来柜台来申请吼，你要用线顶还是讲吼其他的这个网络申请安尼吼。所以伊民众伊个可能当时向2、3间、3、4间银行落去申请，造成这个重复嘛，重复你该剔掉嘛。OK。所以可能安尼一来一往吼，差不多最后嘛是差不多甲去年的这个人数差不多啦，然后伫8、90万的这个申请会过安尼啊。所以伊这个部分就是讲纾困吼，其实伫咧拄仔去教授有讲到重点就是讲吼，其实伫咧前阶段吼。包括即个对劳工的即个贷款的纾困，包括对即个中小企业的即个纾困，其实拢有做。即马我拄仔有讲啦，就是讲即马伊即个去年3倍券还是今年5倍券，伊主要是要刺激咱的国内的即个民生产业的即个消费，即个内需的即个提振。为虾米呢？你像讲以去年来讲，去年咱是3倍券是伫咧7月发的吼。是。发了吼，伫咧8月到11月的即个零售业营业额吼有增加，是吼。然后伫咧餐饮的部分吼，伊嘛是连续3个月到10、11这3个月吼，伊的营业额嘛是拢增加，等于讲甲历年的比较吼是新高的对啊。所以那安尼来看吼，因为内需产业内面的即个。都我记的这个零售业跟餐饮业，它确实有产生那个效果。所以我今麦我都要讲的意思是讲这个动作要快，要紧，是我都讲的，你若讲等到9月，甚至9月是所以你讲希望9月你若万不离这个中你这个叫纸去印delay掉你要印出来，到尾可能9月底甚至10月去啊。是是不是来得及？我对我个唔知影，所以我多只去提议讲，有可能无你即马线顶的生意了吼，因为香港的经验，互咱看到讲，伊是用当然香港人伊的消费习惯，伊是较习惯讲用这个电子的消费券嘛，是，所以伊香港政府呢，伊是等于讲我看这个资料，伊是讲伊个分批，我全部我要发5000块的港票，但是呢，我先第一波呢，我先发2000块。先入去你的户口 ，OK， 你就会当消费后手这个3000的，我后手看当时去发，他是因为大家伊香港人有这个习惯嘛，是，他无需要摕到这个纸本，伊才落去消费，所以这个是我是从这个灵感是从这边来，OK， 再来就是讲，咱来看讲，我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讲，即马咱是看讲咱的3级的这个境界降落来2级吧。会不会再上来 ？OK， 所以这个动作很重要，就是讲咱的这个疫苗的接种，这个莫去互伊去压起来是，因为你若去压起来，哇，又个无效样，无人去敢消费，大家嘛是去求淡处理，叫这个外卖然后餐厅嘛是倒去倒去所以这些周边的这个配套真的是
做整体考虑。是哦，因为咱今仔若跟他讨论这个单一主题，这个较无什么意义。个要发5倍，要发6倍，拢会当讨论啊。要发纸本的，要发电子的，拢嘛会当讨论。但是发不发得出去，产生那个效果，吼，这就是一个执政者伊要去通盘考量啦。有影啦吼，考虑到这个疫情，是毋是咱讲吼，即阵咱讲到这个8月初8吼，是毋是会搁降级落去吼，是一个这个关键吼。当然咱讲即阵要救经济，还是讲救这个类似的这部分，真正骹手要较猛的吼，无真正咱讲哦，什么时阵，还是讲秋冬的这个时阵。咱讲疫情搁大爆发，这个咱讲这个5倍降，这个期限伫倒位？头拄秘书长嘛甲咱建议吼，这个期限有伫遐啦吼，搁受到这个疫情，也搁来均价这个影响，可能拢爱去受到吼这个万项的这个考虑啦吼。所以伫遮是毋是会当吼呼吁讲，先一寡这个线顶的这个部分会当先互因去做一寡这个消费吼。但是咱讲经济部已经有做纾困吼，但是好甲歹吼，其实也搁有人真侪种疑问吼，搁先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好也是歹，有个人讲这申请的这个线顶的这个流程有够复杂啦吼。但是为着要简单化，讲莫搁去互这个人吼来到去这个柜台吼受到这个治病这个风险，其实伊嘛做真侪这个措施啦。政府要做真侪做无够的所在伫倒位咧？我是感觉讲，咱大家拢在烦恼，特别是立委啦吼，立委参与家己的选区拢有关系。OK， 大家拢在烦恼这个刺激的方式，还是讲纾困的方式要怎做？其实我嘛立委参咱即个当地店家，这应该是上直接的关系。我是要呼吁讲，咱的立委，不管是对一党的立委，你若真正关心咱一般的民众，还是关心你当地你选区的店家因的生存的问题，你应该爱好好啊去要求咱政府有一寡专门咧负责咱这传统的店家的即个单位，会当甲因辅导，互因慢慢啊转型，就是讲。即马嘛，还到有足侪店家伊无想要开发票嘛。伊讲你若无想要开发票，根本就无可能去参遐线上的这平台、这合作。但是这是一个潮流，伊本来就是安尼咧行。无你若拄着讲即件大个疫情来啊，你着家己当出面拍帮啊，因为根本你无法度参咱。直接有啥物接触嘛？咱是透过一寡平台，透过网络去知影讲哦，你即马有咧外送，你即马会当点物件。你若讲一般的小店铺根本就无。所以第一点当然是讲有法度转型的，你爱帮助伊赶紧转型。第二点就是讲，伊若真正无法度的，无法度你嘛无法度啊，你就真正会当干那家己补助尔。对啊，所以讲我会感觉讲，这个立委啊，当然民意代表伊代表咱人民来发声，这是足好的。但是你若真正关心你当地的经济话，但即马有足侪当地经济吼，拢去哦，像咱政府对遐咧讨论讲，是毋是要甲这电商甲排除？因为伊就是讲，惊大家拢去买电商，对这当地经济拢无法度帮助。但是电商嘛是遐大的较好尔，你若遐小的电商，其实嘛是无法度啊，对啊，嘛是过啊足艰苦的。所以我感觉咱真正爱去好好啊注意到。咱国内这个服务业，特别是咱这个小店家，因其实是愈来愈稀微啦。因为伫这个愈来愈大，就是讲你这个连锁店家，你较有能力去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因伫疫情之下，虽然因有受到影响，但是因甲有法度过。这小店家咧，疫情来了，伊怎规个怎收起来？所以迄。大细怎愈来愈明显，所以我感觉咱这个立委其实立委的力量足悬的啦。大家若真正讲对着咱台湾当地这个内需的这个经济足关心的话，伫平常时啊，大家好好关心嘛啦。你即摆来讨论中这个降啊现金，其实无啥物意义啊，而且降的效果明明都比现金较悬。你甲要讲现金，只是讲发送的尔啦。对啊，你真正有法度讲帮助到这小店家嘛，我嘛是做难的。是啦吼，老师头讲到，就是讲这个经济这个转型哦，非常这个重要。过去就是哦，结果咱台湾嘛是这个中小企业为主啊，有的是家己就做头家啦吼。这种这个方式，伊无法度去参与到这个潮流的这个时阵，受到疫情当然受到影响，就是因叠加吼。这一波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毋那是这个服务业，咱头拄嘛做艺文的这个部分吼，其实艺文嘛当着讲局长无法度去的时阵，这种的这个转型，其实嘛是爱有另外一层的思考啦吼。上尾咱个请教风评啦吼，伫咧这波转型者可能真正这个艺文也好，5、6、3也好，
整体来讲吼，拢是一波吼，大家搁去思考的一个时间吼。你上尾吼，对剧团的这个建议是啥物咧？应该是讲伊平常时剧团伊生产一个物件的时间就是较长，可能就是半冬，啊，毋过演出的时间就是迄几工尔，所以疫病之下，其实对剧团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因为这个疫情，就像头先主持人有讲过，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团队有经营啥物 podcast 嘛，啊无就是有一寡变成一寡现象的演出。其实呢，就是团队家己嘛是爱做改变。OK。嘿，啊毋过传统的嘛爱顾，啊毋过其实拄着种啊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嘛是爱试看嘛去做一寡改变，啊无就是对团队的损失就是会愈来愈大安尼。是有影啦吼，就是讲传统的嘛爱顾着，但是若是这个潮流已经来吼，你就袂当搁徛伫遐，无要搁做改变吼。这嘛是咱讲吼，这个本土疫情，互咱吼一届吼一个转型真大的这个机会。但是你若无好好把，其实咱看到讲吼，这个店是一间一间收，还是剧团真正挡袂过吼，嘛是一个一个收啦吼。所以整体来讲，真正咱爱好好啊对着吼，这个甲疫情学习啦吼。今日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明仔载再会，感谢多谢。